Hello，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係阿標，由專業係修讀建築設計嘅設計工作室喺九龍灣。早上面其實都同大家分享咗唔少嘅資訊啦。咁呢幾日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街坊咧，有密 PM 我去問一問咧裝修嘅一啲唔同嘅大小事項。咁老實講，裝修咧係一個打大佬級別嘅一個任務嚟。希望咧我呢個嘅專業嘅範疇咧分享嘅內容可以幫助到大家。咁今日咧分享一個系統性啲嘅思維啦，去幫助大家點樣去畫裝修呢個事情嘅。咁喺呢度咧用一個 why what how 類啦，咁我哋去個思維上面可以清晰啲協助大家去梳理啦。老實講嗱，呢度咧要戴翻個頭盔先嘅，因為咧係個人嘅一啲經驗嘅睇法啦。咁過往我自己嘅角度點樣睇個行業，或者係有一啲唔同嘅角度去分析。如果大家去點去決定相信與理解呢，就慢幾去思考翻落好冇？咁呢度就開始啦。片呢其實我會主要咧分開咗3個部分啦。咁嘅定位呢，就係話我哋叫呢個行業係點樣運作嘅。咁有啲乜嘢嘅角色啦，我哋可以點樣去區分啦？咁點樣去揾一啲唔同嘅公司啦咁樣。咁第二部分呢，就係我哋分為 why 啦。咁要揾乜嘢人幫我去做裝修？咁見咗咁多間公司嘅係嘛？咁點解我要揀呢一間呢？咁未必係話其他都差嘅喎。呢個呢就會有一個核心嘅內容去幫助到大家梳理啦。咁第3呢，就係 how。咁我哋點樣去分配一個預算嘅規劃啦？咁錢呢嘅方面呢，用喺應使則使嘅位置上面，咁盡量可以慳多啲嘅預算，可以做到高性價比嘅屋企啦，係咪啊？好啦，咁最尾呢會有一個規劃嘅例子去分享啦。咁我揀咗一個開放式同埋一個兩房嘅單位，咁希望咧都可以cover咗大部分嘅一個單位安排啦，咁樣係啦。好啦，咁開始之前呢，希望大家要相信呢件事嘅就係專業嘅事情呢，真係要揾專業嘅人做嘅。咁如果揾一啲唔啱嘅人做呢，其實到頭嚟呢就自己好麻煩噶啦。因為我哋買緊呢一個裝修公司嘅服務啦，咁就我哋係買緊佢嘅專業嘅知識啦、佢嘅技能啦，同埋佢豐富嘅經驗。咁唔單止呢，淨係買你嘅工錢去開工去鋪磚或者去拉電線咁樣。咁其實呢個核心呢，就話我哋希望咧可以揾到一個咧文武雙全嘅人去幫助到我哋。咁啊方面啦，佢就係設計嘅方面呢係好有經驗啦。咁武方面呢，亦都係一個喺施工上面又好有經驗，又可以管理到啦，或者係佢係一個好好嘅師傅啦咁樣。係點樣去理解呢個行業？咁其實行業上面有啲點樣區分呢？好多街坊都講話，其實呢間公司有得唔得？間咩公司有 O 唔 OK 有回覆咁樣。咁喺個人組上面，其實我都見到好多街坊咧都講話好多嘅黑名單啦。其實與其我哋去揾一啲黑名單呢，不如我哋嘗試下理解下呢個行業係點樣運作嘅，好嘛？咁喺我個人角度上面呢，我就將佢分開咗4大嘅範疇啦。主流啦，咁有設計公司啦，咁都係我哋叫一條龍服務嘅一啲公司啦。咁佢會由設計啦，成個項目嘅管理啦，同埋個施工呢，都係由一間公司或者一個人去幫你去處理嘅。咁其實佢嘅優點呢，可以避免咗好多不必要嘅麻煩啦。成個整體嘅效果係有保障嘅。咁因為呢，會有一個專業嘅顧問角色呢，會幫你去處理，由你開始收樓為止啦，到你去入住啦。咁其實呢個過程呢，就會可以幫你去處理好多大小嘅麻煩嘅事項啦。其實呢，比較適合一啲呢預算充足啦，追求呢完美效果、時間上面寶貴嘅業主啦。咁如果裝修有人可以幫你分擔咗嘅話，其實呢，你都會輕鬆好多。咁呢一類型嘅公司呢，就會重視個設計啦，會聚焦一個效果為主嘅。呢就係我哋叫裝修嘅工程公司啦，或者我會理解佢為係一個工程嘅判頭啦。咁其實呢，佢可能會直接負責去施工嘅。咁相對嚟講個費用係相對去中等一啲。咁業主呢，係需要自己去揾啱你自己嘅設計啦、你嘅規劃啦，同埋你例如一啲買唔同嘅材料嘅採購啦、監工各方面嘅事項啦，需要係簡單啲嘅。咁你自己時間呢，亦都係好充裕啦，有自己嘅諗法嘅業主呢，咁你就可以聚焦喺呢個角度，就係性價比啦。咁有效地控制你嘅預算啦，咁樣咁其實都中規中矩嘅一個主流嘅服務啦。咁喺香港嚟講就咁。另外一樣嘢呢，我會將佢界定為咧裝修師傅或者我哋叫分判商啦。咁好多時候呢，佢哋都係話叫落手做啦，或者係分唔同嘅工種、唔同嘅範疇嘅。咁例如可能係供水電啊、水啊呢啲都係嘅。咁如果你自己去管理嘅話呢，費用呢就會相對係平啦，因為呢你自己去揾緊唔同範疇嘅人去幫你去對接。咁你自己呢，就係嗰個項目嘅經理啦，你需要係有好豐富嘅裝修經驗啦。咁你自己做緊呢個判頭嘅角色，你需要去管理唔同範疇嘅師傅啦，你去協調緊唔同嘅工程，例如水電同埋木工點樣去夾啦，泥水啦會唔會又同水電有啲咩衝突啦？咁下一手又會有一啲乜嘢唔同嘅事項呢？咁其實呢個呢係比較複雜嘅，咁係比較適合一啲呢識成個流程嘅運作，有好多豐富經驗一個業主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呢，可以做到一個好高性價比嘅效果啦。咁另外一樣嘢呢，就可能一啲係低預算嘅一啲業主啦，咁其實可能我簡單鋪下磚或者係我加幾個電掣呢，其實已經 OK 㗎啦。咁廁所廚房我都唔去更改㗎啦。咁呢，所以呢個方法呢就會好慳錢啦。咁最後一個我會將佢歸納為一個我哋叫中介嘅平台啦。咁其實坊間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裝修平台幫你配對啦。咁提出你嘅要求之後呢，咁佢可能會幫你去比較3-4間唔同嘅公司，又攞唔同嘅報價單翻到嚟去幫你去梳理你嘅項目啦咁樣。咁通常呢，佢哋會揀嘅一個公司上面呢，佢哋會收取某一個百分比費用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呢，香港呢其實老實講唔多公司呢個形式去運作嘅。咁時候中介平台佢有啲呢都會分享到，可能你嘅要求佢會推介到設計公司啊、工程公司或者唔同嘅師傅俾你都話唔定嘅。咁呢樣嘢你都可以接觸下啦。咁喺網上 search 下呢，其實都揾到好多唔同嘅平台。咁好啦，咁跟住呢，我哋細項講一講，其實唔同嘅公司唔同嘅範疇呢，有啲乜嘢唔同嘅特性啦。例如講呢，設計公司其實我哋叫一條龍嘅服務啦，通常你就可以睇到
同嘅啦。例如佢係用設計啦，或者乜嘢工作室啦咁去定位嘅。咁所以其實佢哋會做嘅一啲嘢咧，可能偏向一啲文科嘅感覺咧類別多啲嘅。咁追求設計嘅美感啊，呢啲係重點嚟嘅。咁而喺項目上面嚟講咧，其實通常咧都會係規劃同埋設計行先嘅，因為咧好多時候咧會點樣用出到嚟嘅效果啱唔啱用啊，要靚之餘咧，亦都要用得到噶嘛。好多時候咧設計師就會深入了解成個屋企啦、家庭成員啦、佢嘅年紀啦，或者佢個一啲唔同嘅使用習慣啦，有啲咩喜好或者未來嘅有啲咩期望，可能話我想要一個有運動嘅空間，我想要一個健身嘅空間，或者我想要一個好正嘅電競房咁之類啦。咁通常咧就設計公司咧會有一套咧訂做嘅一個設計圖 3D 效果圖啦，甚至乎VR 嘅效果圖啦。我陣間我都可以分享下我哋嘅一個做法，可以俾大家睇一睇乜嘢係效果圖或者 VR 圖啲啦。收費咧就偏向會貴少少嘅，因為咧佢會有一個設計費，咁我會幫你咧去做好晒規劃啊，畫好晒圖，畫好晒設計咧先開工。嗰時候咧就有設計師啦，或者會跟埋一個工程嘅判頭，或者我哋叫地盤嘅一個管工啦，咁會幫你去對接嘅。咁一個咧負責係點樣做得靚唔靚啦，一個負責點樣做唔做得到，等個項目咧可以落地去還原翻要嗰個設計嘅。咁一般嚟講，其實就除咗你嗰個裝修工程嘅費用之外咧，其實咧設計公司都會多啲唔同嘅預算嘅方案會幫你去規劃到嘅。例如可能其實有一啲軟裝嘅會有唔同嘅一啲開支嘅狀況去分析啦咁樣。咁因為都要設計靚啫，咁都要將佢落到地咁。咁項目上面咧，其實就開始之前咧，好多時候咧都可以俾到啲意見嚟嘅，因為可能你嗰個生活習慣啦、家庭成員啦，或者係未來一啲10年內嘅一啲唔同嘅變化啦，咁你長住同埋短期去居住咧，其實都係一個唔同嘅要求、唔同嘅方案嚟噶嘛。咁可能預算上面我哋點樣去調節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喺劃上面可以俾到嘅意見啦，喺前期上面。咁施工過程咧，其實咧設計嘅公司咧，通常就會控制呢一個嘅方法啦，佢是否安全嘅風險啦，或者係佢做到一個靚嘅收口溫度啦，記錄下一個現場嘅狀況啦。咁例如咧做好晒一啲水電個位置嘅時候，咁可能要影低相俾大家可以去翻記錄。咁如果將來咧，如果需要裝或者維修嘅時候咧，就避免可以轉爆牆身呢樣嘢啦。你都可以自己上去影下呢啲相啦。甚至乎咧有一啲設計公司咧，佢都會去成個嘅工種嘅工期啦，都會幫你一齊去規劃。咁其實因為好多業主咧都會緊張嗰個工期嘅方面嘅，咁所以其實咧開頭如果做咗呢個規劃嘅話咧，咁就好容易去到呢樣嘢做唔做得到啦。設計師會守尾門啦，咁成個項目可以做到好嘅手工啦，可唔可以順利咁樣完成啦咁樣，咁有效可以減低到一啲爛尾嘅風險。咁呢度咧亦都分享緊一個我哋土瓜灣嘅奧雲峰啦，個3房嘅單位嚟嘅，咁有個 QR code 上面咧我擺低個條 link 喺度啦，咁大家可以撳入去睇下對你有冇幫助。個 link 咧你入到去咧就係咁樣嘅。目前我哋做緊咧嘅進度有3套圖嘅，咁第一套咧就係一個嘅設計圖啦，咁設計方案咧可以係360度一齊去睇嘅，呢個係 VR 圖啦。咁我哋喺餐廳嗰位我可以撳一撳，跟住咧佢就會 load 到過嚟呢度角度睇㗎啦。你自己去做嘅話咧就一定係度身訂做嘅呢啲，例如呢啲櫃啊，入邊嘅擺設係點樣擺法，呢啲台等等啊，或者佢揀啲乜嘢。另外咧就係一啲我哋工地現場嘅一啲記錄啦。咁泥水做完咗之後咧，其實你可以睇翻我哋唔同嘅位啦，鋪磚之後我哋做咗保護啦，咁唔同嘅位置啦咁樣。咁仲有呢個係未鋪泥水之前嘅，仲有啲電線喺度飛嘅。咁因為咧，我哋啲喉管咧一鋪晒喉管之後咧，穿線之前咧，我哋就會記錄翻現場嘅狀況啦。咁可以睇到呢啲喉管喺邊度嚟邊度走啦，咁樣咁就會幫助到我哋。例如第日我想要喺長山呢度轉個窿嘅，咁我哋會知道大概呢個位咧其實有條喉嘅喎。咁如果裝隻櫃或者裝塊層板落去咧，會有機會轉爆佢嘅，咁你就要小心啲。咁呢啲咧就嘅記錄啦。咁因為我哋就用咗360度嘅相機去影啦。咁如果你哋個人自己去跟工程嘅時候咧，就可以落去現場咧。師傅穿線之前，你就攞電話影低，咁其實你翻嘅記錄就 OK 噶啦。跟住咧，我哋講第二部分啦。通常咧公司名咧就會用乜乜工程嘅乜乜裝修啊作為一個定位嘅。咁其實咧同佢哋溝通嘅時候咧，你可能你都會理解到佢係偏向一個冇科方面嘅重點啦。咁例如佢可能講一啲施工嘅方法啦，佢用料啦，佢點樣用呢個單位用啲去做啦。咁通常咧其實佢哋都有大量相同嘅案例可以俾到你睇嘅。咁或者咧有一啲唔同嘅套餐嘅形式去推廣啦。咁你可以睇翻佢哋做完嘅效果啦。咁如果有一啲係做緊嘅，咁你最好咧就可以去到佢嘅做緊嘅單位上面去睇一睇佢哋嘅手工，睇一睇佢哋所做完出嚟嘅情況啦。咁通常呢啲追求呢啲實用嘅用家啦，咁樣通常咧佢哋都係公用咧佢未包嘅，咁就可能要揾第三方喺入邊去做啦。如果呢啲唔同嘅裝修工程公司咧，如果你可能會想問佢攞效果圖嘅話咧，要額外去加錢去提供啦，可能佢會收你幾百蚊或者係幾千蚊不等，咁會做一個 rough 嘅效果圖俾你。咁要係咪要你想要嘅一模一樣嘅樣咧？咁呢樣嘢就視乎唔同嘅公司所提供啦。通常呢啲類型嘅公司咧，咁業主咧係需要自己做一個設計師嘅角色啦。咁你諗好晒你個空間點樣用啦，咁轉達翻俾呢間公司啦，咁佢會可能會幫你修改平面圖啦，或者喺現場咧會幫你安排劃位係點去施工咁樣。咁通常咧就直對嗰個咧，你就會係一個可能地盤嘅管工啦，咁去直接去溝通，咁安排你嘅要求啦，會同施工嘅單位去溝通去開工咁樣噶啦。一般嚟講咧，其實佢提供嘅工程報價咧，其實都多數咧好多時候咧係基本嘅套餐啦，再加一啲你加啲咩項目都
有機會咧，其實未必包含晒所有嘅費用嘅。例如可能有啲分配嘅工程啦，例如可能你要裝窗簾嘅，咁其實咧有一啲公司可能提供，有啲就未必提供啦。有啲可能煤氣工程啦，或者可能有一啲冷氣工程啦，佢就未必包含喺入邊啦。分開去報咧都冇問題嘅。咁通常就如果有相重疊嘅位置咧，例如可能冷氣同呢一個木工咧有重疊嘅話咧，咁就要兩方面去相夾啦。大家睇下要點樣去協調嘅工種啦。咁呢度咧要留意係一啲可能後加工程嘅方面啦。咁其實好多有啲公司咧好平價簽訂咗合約之後咧，咁其實可能有一啲細節嘅位置嘅，即係例如佢做緊基礎套餐俾你嘅話，咁佢咪可能有某一啲工程唔喺入邊嘅。咁呢啲工程係點樣計數咧？咁就大家就要小心呢啲啦。就可以詳細啲去問清楚啦。咁你包價有啲咩包價咁樣？喺施工工程嘅過程咧，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業主就要需要去直接去監工啦，因為咧你就係嗰個設計師，你就係嗰個管理嘅人員啦。咁業主自己去驗收收貨嘅情況啦，睇下個手工得唔得啦，有啲咩執漏嘅情況就去溝通啦。OK， 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哋另外一個方面咧就叫裝修師傅啦。咁通常咧就話佢可能會以分判商嘅名稱開始去命名嘅。咁例如啦，佢嗰個水電工程啦，乜乜鋁窗工程啦，或者乜乜家私訂造啦，乜乜櫥櫃啦等等，咁呢啲嘅重點咧嘅字眼就會偏向呢樣嘢㗎啦。咁因為咧佢好多時候咧都屬於係自己落手去做，咁其實佢就係一個武官嚟嘅添嘅，係啦。咁佢係會負責唔同工種嘅分判頭啦。咁好多時候咧佢接咗個工程之後咧，其實就會自己組隊同唔同合作開嘅師傅咧就一齊開工，咁計人工計材料，咁樣去幫你去做呢個工程嘅。咁通常呢啲咧都係以個人為一個宣傳啦，或者係佢攞一啲案例就呢個我做㗎，可以揾我嘅喎咁樣。咁通常咧親戚嘅朋友介紹咧就會比較屬於多一啲呢一類型嘅師傅啦。咁係一啲比較低啲預算價嘅。嗱，咁計名稱咧佢都有啲唔同啦。咁好多時候佢會計工程嘅項目啦。通常咧佢嘅人工加材料嘅形式去計算。咁所以咧有啲老師傅咧有機會用埋手寫單去報價添嘅。個費用咧通常都係比較平嘅。咁有時亦都會有啲項目咧就未必會寫得好清楚。因為可能我幫你做個櫃幾多尺幾多錢就係咁啦。咁呢樣嘢就可以去做多啲溝通咯。咁你已經揀得呢一類型嘅公司咧，其實就自己已經做設計師啦，再加埋判頭嘅角色啦。因為你需要去揾唔同嘅範疇嘅師傅去報價啦，或者係揾一個之後佢組隊同你去做呢個裝修嘅工程啦咁樣。咁通常呢一類型咧就業主你要求啲乜嘢咧，師傅就做啲乜嘢。其實唔多話會諗多一步，有機會啦同其他嘅工程會衝突嘅。咁例如係啲乜嘢咧？咁可能做櫃嘅師傅咧，咁佢有冇諗到個天花燈電工嗰度有機會開咗隻櫃門會撞到個天花燈嘅喎？咁呢啲情況咧就係好尷尬嘅。咁呢啲情況咧需要自己去小心啲去計劃，或者揀燈裝燈嘅時候咧就問一問個師傅啦，我呢盞燈擺呢個位會唔會撞嘅，或者係有冇其他嘅嘢衝突咁樣，咁就可以問啲多啲溝通咧，其實都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嚟嘅。係啦，咁好多時候咧，如果你預算方面咧，你就需要去分散晒翻嚟去計算啦。咁所以自己去衡量唔同嘅工種是否啱自己去使用啦，係咪？咁報價項目上面咧，一定都會有一啲唔包括嘅部分嘅。咁例如唔同工種上面嘅下手嘅施工問題啦，可能水電做完後咁泥水去做啦，咁跟住木工嘅時候再嚟嘅時候咁要翻手去做喎。咁其實呢個責任咧係木工收多啲定係其實電工收多啲咧咁樣？咁呢啲嘅問題咧就要值得留意嘅。咁喺過程入邊咧，業主亦都係直接去監工啦，定期去檢查啦咁樣。咁呢樣嘢真係要係一個好有豐富嘅裝修經驗啦，先可以處理到嘅。咁所以咧，一般嚟講咧，老實講唔建議你哋直接去揾裝修師傅去做嘢嘅，因為如果你自己做唔到嘅管理或者做唔到嘅下手嗰個安排嘅話咧，其實就好麻煩嘅。其實有時呢啲嘢咧都幾痛苦下嘅。咁所以其實最好就唔好揾直接裝修師傅啦。除非你話我需要嘅嘢好簡單嘅，咁可能我儲錢唔使做過，我淨係做個櫃喎，咁你咪揾做家私嘅公司啦，咁你可以搞得掂咯。係啦，好，咁第二部分啦，Y， 咁其實咧我就喺呢度揀 YU 啦，咁要揾咩人幫我做裝修？咁你揾啱人做嘢咧，咁先係第一步嚟嘅，因為你可能後面仲要跟進好多嘢啦咁樣。咁反而就唔一定話你間公司有啲乜嘢特別，所以我要揾你，唔係。咁喺呢度咧，我反而建議翻我自己，你係一個點樣嘅人？你需要啲乜嘢？你自己嘅定位啦，你可能你想唔想煩嘅，你可能係你想自己去參與嘅，或者可能你已經好有經驗噶啦，咁你咪會知道咗你嘅需求、你嘅期望，咁你咪會知道揀邊間嘅公司咯。咁好多時候點解我將做事風格擺喺前面咧？就係好多時候咧，有啲業主咧就中意自己做帶領啦，咁可能邊個師傅幫我做呢樣嘢，或者你揾咗設計師都好啦，你要帶住設計師嘅。咁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呢個風格嚟講咧，就要大家去溝通嘅時候要去表明清楚啦。可能話我唔冇經驗㗎，我想你去帶住我去做，咁我會一路做一路學嘅咁樣。咁我有問題我問多啲喎，你唔好嫌煩喎。咁呢個都係一種唔同嘅方法啦。另外啦，咁預算上面啦，裝修咧一定會有超支嘅，咁自己去規劃啊，係揾一啲專業嘅人可以提供唔同嘅意見去規劃啦。咁呢樣嘢就自己條數自己去計，抗受能力係咪可以自己一路去學一路去做？咁例如點樣去計一啲唔同嘅數啦，咁同嘅收口啊，或者你揀唔同嘅燈或者揀唔同嘅物料有啲咩特性嘅？其實呢樣嘢咧，你都要去睇上網揾資料，或者去研究嗰個物料可唔可以咁樣去用啦。咁呢啲其實就係話我哋所講嘅知識啦、經驗啦。咁需唔需要自己去積累呢啲嘢，或者係本身你有個朋友或者有個設計師或者有個師傅都可以幫到你俾一啲唔同嘅意見呢？咁最後啦，收貨
完成咗之後，咁你嘅要求係點樣？你想要靚，你想要實用，定係想要高性價比？咁呢啲嘢咧就問清楚自己，你邊樣嘢行先？唔同嘅類別嘅公司上面咧，你去揀邊一樣嘢啱你啦。咁最重中之重嘅話咧，就係因為其實講真，我哋香港人都好忙啦。咁你有冇時間可以去跟進到工程上面嘅嘢啦？咁可能有時候咧，你需要翻緊工嘅時候，施工上面有問題嘅師傅即刻打俾你，你都需要係即時去處理，實到現場去溝通咁樣。咁呢樣嘢就要衡量自己嘅時間價值到底適唔適合啦。咁最後啦，呢樣嘢其實裝修咧，其實最基本咧，講真係要3個月嘅時間啦。你要計數，又要規劃，又要買建材，又要買家電啦，又要搭圖紙，又要喺現場去施工去睇睇。咁其實自己有冇呢一個嘅毅力嘅能力去全部去跟進，就最後搞掂好晒，仲要再安排搬屋嘅嘢呢樣嘢。咁當你自己去了解清楚自己嘅定位嘅時候咧，咁你就會知道邊啲公司係啱自己啦。個建議啦，咁無論揾邊個都好啦，溝通其實永遠都第一位嘅。咁所以咧，一定要見面去傾偈，咁睇下對方咧係咪會聽你講，定係其實佢一味係 sell 未落嘅。咁其實都有見到喺群組上面，大家都有分享就話佢嘅一路係 sell 你，想你快啲落訂金，然之後先開始畫圖，先開始同你俾意見嘅。咁正常嘅，因為始終香港都好多公司係真係要跑數啦咁。問題就係你要睇下嗰個感覺啱唔啱你自己咯。係啦，咁亦都要表達清楚你嘅生活習慣同埋需求啦。例如你同佢講我有幾多個家庭成員，將來嘅生活規劃係點樣啦。咁可能例如年輕一代嘅我哋將來會唔會生小朋友，人數會多啊，或者係長者嘅話，未來幾年之後咧可能會有機會行動冇咁方便啦，要需要多啲唔同嘅設備去支援自己啦。一定要睇一睇佢所做過嘅工程，咁可能諮詢下佢入邊啦。呢個項目咧其實有冇遇到啲咩問題啊？嗰個防水點樣做啊？或者係佢呢度漏水，或者係佢呢啲咁嘅情況，你點樣解決啊？咁你就可以係面對面去大家傾偈嘅話，你會睇到對方點樣去答你嘅。咁佢係一個好有經驗、好熟悉嘅，或者設計師，佢會同你答，定係其實佢喺度吹水？呢個 OK 嘅，冇問題嘅，咁就得咯，咁樣咁你就會知道邊一個係比較實在啲啦。咁最後啦，咁會唔會可以去到佢而家做緊嘅工程，需要去實地考察呢？睇睇佢嘅手工呢？咁呢樣嘢亦都係再加多一個嘅保證嘅。咁當然要睇一睇，要亦都問一問嗰班師傅做嘅係咪同一班師傅？呢個就要知道啦，要問清楚嘅。咁見面傾偈嘅時候呢，其實你就要分清楚對方咧係一個 sales 啦，定係一個管理人員啦，定係其實佢會幫你去跟進嘅。咁當你簽咗單之後呢，其實邊一個人會繼續去幫你去跟進？會係交俾其他同事咧，其實佢都會喺度嘅。佢喺度，佢會唔會出聲？佢會唔會參與管理呢？咁你自己都會有一個感覺，會知道呢間公司啱唔啱自己啦。就好嘅項目呢，其實好多時候呢都係大家一個合作，要記住一樣嘢係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嘅。咁講笑咁講就話唔好做西客啦。咁一樣嘢挑剔嘅話呢，其實唔好話裝修公司，連現場做嗰個師傅呢都會做到越做越冇心機。咁一啲整蠱你嘅嘢咁就唔好啦。一個陣線啦，咁你就可以聚焦點樣做好件事，就唔好喺對立面去溝通啦。因為呢好多時候呢，我哋作為業主嘅角度呢，都會想平。想慳好多開支，咁問題係當你真係要求去做施工方法或者嗰個要求嘅時候，咁嗰個費用一定要有，硬係話我唔得，我一定要你平，一定要你打折，咁其實好多時候呢就會形成咗一個對立面啦，或者可能對方會用一啲偷工減料嘅方法幫你做呢，咁就得不償失啦。OK，咁總結下呢樣嘢，如果你越清晰嘅話呢，咁呢啲事情呢你就會越順暢嘅。咁你行少啲彎路，其實唔使重複去 loop 呢，其實就慳到錢啦，慳到時間啦。其實最主要呢，慳好多精力，因為裝修真係唔簡單。第3部分啦，咁我哋講一講呢個預算規劃上去點樣去將預算擺喺適當嘅位置，減少一啲嘅中伏嘅機會啦。咁喺呢度啦，咁我借用一個街坊嘅例子啦，因為佢都PM 我會講咗其實佢自己都改咗幾個版本嘅。咁我人一間房，咁可能佢哋會有好多唔同嘅儲物嘅空間啦，需要去用啦、收納啦咁樣。咁其實呢，你可以就揾你自己嘅平面圖出嚟呢，將你自己嘅想法同埋屋企人嘅想法呢，有啲咩嘢標示出嚟嘅。例如佢呢度要將床要擺呢度嘅，咁我呢度呢要將書台嘅，或者呢度有個衣櫃嘅，咁我電視機想擺呢度啊，就擺呢度。咁其實呢，你可以初步咁樣定嘅時候呢，有一啲位呢定晒之後呢，咁你就可以攞呢一啲圖啦，上去揾設計公司去傾偈。一路傾偈嘅時候，佢可以幫你去梳理啊。呢度例如啦，可能擺呢度嘅，咁張床呢會頂住門口喎，咁會唔會擺呢邊好啲，或者係打橫咁樣擺會好啲？咁會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啦，對方亦都可以俾到你。咁當咁樣去標出嚟嘅時候呢，先知道我畫唔畫到平面圖。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呢，我哋要報價呢，係真係要有一個平面圖，知道你要做啲乜嘢先至報到價嘅。試過有啲街坊呢，亦都 PM 我講，我想要間2房幾錢？咁其實呢樣嘢係好煩嘅。咁不如你講多少少你嘅要求係咪？咁就會變咗好多時間喺呢啲位置上面嘅溝通啦。咁如果你想去比較幾間唔同嘅公司嘅話呢，咁你就可以做一做呢一個嘅規劃嘅想法，標示翻出嚟，咁你就會方便你，亦都係方便咗設計公司啦。咁嗱用呢個街坊嘅例子啦，咁其實就咁啱我哋真係有曾經有過呢個戶型圖，咁所以呢，我就喺呢度呢將佢嘅需求擺咗落嚟啦。咁按佢嘅需求啦，要擺落去，其實原來呢都真係擺到嘅喎。咁當然啦，有一啲位置呢，其實就未必咁好用嘅，咁可能呢啲位置呢，就會需要進一步嘅溝通。所以例如呢，好似頭先所講嘅，張床擺呢度，咁樣出入門口會有機會頂住嘅喎，唔夠位嘅喎。咁呢啲位置點樣去改呢？咁就進一步嘅溝通啦。咁當你改好定好晒嘅平面圖嘅時候呢，你就會知道，例如我要間牆嘅呢啲位，我要用磚間嘅，用泥水間嘅，咁你每度有幾多個面積咯，計到有幾多嘅價錢出嚟咯。係啦，咁核心啦，咁喺預算方面呢，其實呢唔係一個總數嚟嘅，咁要有策略地去分配嘅一個計劃嚟嘅。咁你就要將一個基本嘅一啲硬件上面嘅嘢啦，咁我可能會將佢分為天地牆，你要先去佈置好佢先。咁例如你每一步要拆嘢啦，你有水電啦，你有泥水啦，你有油漆啦，你有天花工程啦，或者有啲現場木工嘅工程啦，咁呢啲嘢呢，你可以優先去將佢分配嘅預算啦。咁一啲固定嘅家私，例如你要訂做櫥櫃、衣櫃、電視機櫃、獅子櫃、床咁呢啲嘢啦。咁其實有啲呢，你可以揀一啲活動嘅家私嘅，咁你咪相對可能會慳啲嘅預算啦。咁
廚房嘅電器具方面嗰啲嘢咧，你都可以去因應你嘅預算去做嘅。咁後面俾大家可以會點樣去計一計係啦。咁有啲軟裝方面啦，咁你要買窗簾啦，咁可能你要買啲裝飾品啊嗰啲嘢咧，其實你都可以去將佢擺埋落 Excel。咁其實咧呢啲情況咧，你慢慢越嚟越精細啦。咁其實咧一定要預留一啲備用嘅資金嘅，因為好多時候咧裝修一定會有其他開支㗎，一定可能會有一啲後加嘅工程方面嘅嘢㗎。咁所以咧呢個部分咧就唔好將例如我有50萬，我用盡50萬俾晒裝修公司去做啦。咁你可能你俾晒佢之後咧，你買材料啦，你又要買家電啦，咁你個開支咪會唔夠咯。咁呢樣嘢就會形成自己一個麻煩啦。咁可能真係全屋大爆嘅800至1200蚊平方尺咧，當你個實用空間計算啦咁樣。咁啊呢個係 roughly 嘅數嚟嘅。咁當然要視乎你嘅個人嘅情況啦，你嘅櫃多越少啦，咁又唔同啦。因為老實講，坑師傅其實講真都1500至2000蚊一工。咁講真，如果平嘅都有限啦。咁如果佢太平嘅，會唔會有機會有黑工或者有其他撩楞嘢咧？咁呢嘢自己要去諗一諗啦。嗱，咁分配策略上面頭先都講啦。咁優先喺一啲基礎工程嘅，例如一啲硬件嘅嘢，水電啊、防水牆咁呢啲睇唔到嘅嘢，真係要做好佢。咁你後面咧其實唔需要翻手嘅話，其實就慳咗錢㗎啦。你諗一諗，如果可能做完之後漏水，咁到時你又要將啲櫃拆晒啦，你要將個磚起晒出嚟，要重新要揾翻防漏水嗰個位置咧，咁其實係好麻煩嘅。係啦，咁一啲建材方面啦、潔具、五金呢啲全部都有數計嘅。咁一般嚟講咧，呢啲我哋叫面料啦，喺裝修公司唔包嘅部分啦，咁亦都可以去計一計啦。咁收納系統上面啦，咁點樣去將你嗰個利用率去提高啦？咁例如廚房同埋浴室呢啲頻率比較高嘅空間咧，你可以去諗清楚入邊有啲乜嘢要擺嘅。咁我哋咧可以將呢啲空間咧擠到佢最盡就可以咁簡單。電器啦，咁嗰啲嘢就會有個表分享俾大家可以睇一睇，可以攞嚟去幫助大家去做預算啦。視覺上面嘅工程要加減啦。咁最後一啲活動嘅家私其實就唔同嘅品牌，或者可能揾一啲平替嘅產品，咁啊淘寶多其實都有好多㗎啦。咁裝修報價嘅部分，咁其實咧，如果你網上去揾咧，其實都好多YouTuber 都有講。咁喺呢度我就唔詳細講。如果有興趣嘅話咧，點拆解下報價單點樣去睇嘅，或者係合唔合理咁樣咧，咁你就留言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我就拍多條講解下呢一部分啦。兩份報價咧係一定要睇㗎啦。咁啊最好咧佢有啲細項同埋數量，咁你會有單價同埋有數量去比較咧，咁你先可以比較到到底佢咁樣去報價咧合唔合理啦。咁樣做，佢最好咧就有埋施工嘅方法，咁方面嘅嘢你有好多個數據你可以睇到。咁有啲個價上面其實佢會冇補單價，一個冧心價就算，有機會引致到後面有爭拗啦。咁例如你加數咧，咁佢話加幾錢你 OK 就冇問題啫。咁如果你減少咗冇做咧，或者減少咗部分咧，咁佢又點樣計咧？咁如果我哋有一個單價有一個數量去計算嘅計量單位嘅，咁我哋係咪大家都可以叫清楚嘅？咁就要睇一睇仲有啲咩未包啦，煤氣、冷氣啊、瓷磚啊嗰啲嘢咧未包嘅，咁可能潔具佢唔包啫喎。咁問題你買咗潔具翻嚟係都要揾人裝嘅喎，你揾人裝嘅時候咧仲要買配件嘅喎。呢一方面嘅費用係咪佢包咧？定係一個實報實銷嘅形式咧？定係佢會計你一個點樣嘅安裝費咧？咁呢樣嘢亦都要問清楚，要睇清楚啦。咁有啲咩未知嘅工程部分啦，有機會效加數啦，咁大約金額幾多啦？咁其實呢啲嘢咧都可以問一問裝修公司，點都會有一個射程範圍嘅數喺度嘅，大概嘅數嘅。有一啲付款嘅細則啦、分期個款項啦，咁開工之前真係唔好俾超過40%。咁亦都有一啲街坊有問過我嘅，咁亦都我幫佢睇到你呢個俾錢個啱喎，因為咧佢會見到水電工程完成咗放後就已經收咗70% 嘅工程費用啦。咁你諗一諗喎，即係做好電之後，你仲要做泥水啦，做完泥水之後你仲要做木工、做家私、油漆啊咁呢啲嘢啦。咁其實咧個工程都未去到1/3，已經收咗70%嘅錢啦。咁呢樣嘢個風險咪好高咯。如果第一個階段咧就可以參考啦，以水電工程完成咗穿電線為主嘅，咁作為一個第一個嘅劃分啦。咁可能你現場已經係做緊泥水嘅工程啦，咁你咪完咗第一期咯。咁你開始咧就計劃第二期啦。咁寧可分多幾次，密啲俾錢，要去保障自己都好過一次過俾多啲，係啦。咁因為如果有隨時有問題嘅話，你可以停止俾錢啦，即刻就去處理呢件事啦。咁你嘅損失咧就會減到最低啦。咁最後啦，仲有啲可能係工期啊、細節嘅條款，有冇一啲隱藏對自己不公平嘅？例如佢嘅工期係咪可以無條件嚟增加啦？咁點樣去計算嘅工期啦？一般嚟講，其實一個裝修90天嘅工作天，其實基本上都滿足可以做到㗎啦。咁如果話唔係要打風咁嗰啲嘢，就大家要合理啦。咁如果話唔係師傅冇開工，師傅唔得閒，師傅病咗，咁呢啲情況咧就點樣計咧？就大家要去同裝修公司去傾啦。有時咧有一啲合約上面都會寫住嘅款項咧，如果你逾期嘅話咧，就會計你幾多利息啦。遲咗俾錢就要罰息，咁到底點樣罰法？咁你呢樣嘢你都要小心啲去睇啦。好，咁預算上面啦，咁其實咧除咗你嘅裝修費用之外啦，亦都會有一啲可能係家具啊、其他各方面嘅數啦。咁我哋嘅一般嘅做法啦，可能就會有一個 Excel list 咗出嚟嘅。咁分咗3大嘅範疇啦。咁例如一啲要自己買嘅物料啦，呢一個係瓷磚啦、地台啦或者廚房啦。咁因為有機會會分開唔同嘅瓷磚嘅顏色同嘅種類咁我哋可能你會計算翻出嚟，咁預埋個損耗幾多，咁單價幾多錢嘅，咁你買翻嚟嘅大概幾多你可以計到啦。咁地腳線啦、一啲座廁、洗面盤咁各方面嗰啲數咧，其實都有一個市價大概 reference 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 PM 我啦，咁我可以 send 個 Excel 俾大家嘅。咁家電啦，咁有啲咩家電你需要買㗎啦？跟住有啲未知嘅工程估算啦，咁其實可能有一啲費用咧，咁裝修公司都可以提供到俾你㗎嘛。咁你咪可以預估一下呢個價錢啦。咁通常呢啲嘢咧，我哋就叫寧願你去俾預多咗好過預少嘅，因為喺呢啲咁樣嘅表格上面啦，咁你可能已經預咗某一個數嘅話，咁當你買一件唔同嘅產品可能平咗嘅喎，咁你咪可以慳到多啲錢咯。咁用呢個角度就千祈唔好話我預到好問，跟住再樣去計啦咁樣。咁記住一樣嘢，越細緻嘅嘢你個報價就越精準。
㗎啦。咁呢樣嘢可以幫助自己去聰明地嘅慳錢啦。第三部分咧，仲有一個核心嘅，就係咧要掌握呢個工程上面重點嘅節點咁啊，我哋會形容。咁你保證到嘅工程嘅一個質量同埋個自身權益嘅。咁一般嚟講咧，咁你嗰個裝修工程嘅流程啦，咁當你收咗樓之後咧，會先做清拆嘅工作。咁例如可能廁所、廚房一啲唔要嘅嘢啦，牆身地磚或者係一啲洗面盆啦，一個櫥櫃啊，現有嗰啲你唔要咧就可以拆走啦。咁你就要行鋪水電一啲喉電話寬頻咁嗰啲啦。另外呢度提一提咧，就話寬頻線咧，其實大家可以鋪定一啲咧高級嘅，例如可能將來會支援嘅，例如 WiFi 7啦、WiFi 8啦咁樣。咁其實而家嘅網速咧個速度咧慢慢已經提升㗎啦。咁所以其實嗰條線又唔係好貴，咁建議大家都可能 WiFi 7以上咧，咁你就會方便日後就唔使再去做穿線嗰個工作啦。咁之後咧就水電完成之後做泥水鋪地台啦、牆身啦、一啲防水啦。咁防水呢個關鍵要去試啦。咁前期有啲木工現場㗎啦，咁現場做好晒啲燈槽殼、窗簾、冷氣機殼呢啲，亦都要去現場。因為咧呢啲位置咧油漆咧就會喺呢啲木殼上面可能會上油漆啦、批灰啊咁樣。咁後期嘅木工咧就安裝傢俬各方面啦。咁安裝完傢俬之後，其實基本上咧裝埋燈具啊、其他小五金乜嘢咧就已經完成㗎啦。咁清潔完之後咧，咁就會同個裝修公司啦，咁大家有啲乜嘢需要執漏，有啲咩係唔合格要改進咁嗰啲嘢咧，搞掂晒之後咧就可以入住㗎啦。咁成個流程就係咁樣。關鍵嘅節點啦，咁呢啲位置一定要注意，咁你就可以避免到翻手嘅重做。其實咧入邊上亦都慳到錢嘅。咁例如水電嘅定位啦，咁根據你嘅未來嘅家具嘅擺放同埋電器嘅位置咧，現場逐一去確認一個開關、插座、網絡位嗰啲位置啦。咁咧最好開工之前呢，就叫師傅啦喺現場我哋叫彈畫線。咁你將規劃嘅圖紙咧一比一咁樣畫晒喺牆身啦，同埋地下。咁其實所有嘅空間你都要知道㗎啦。咁我個櫃嘅掣位咁咪做高少少咯，咁咪唔會撞咯。咁呢啲嘢咧就可以幫助到自己後面就唔需要翻手去改啦，因為好多時候咧你要改呢啲位咧，裝修公司都會加錢嘅。係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防水測試啦。咁你廁所或者廚房咧做好個防水層之後咧，就必須去試水啦，做好記錄啦。咁通常咧而家香港好多裝修公司咧都會做得好好㗎啦呢樣嘢，因為如果翻手嘅話咧，就唔單止係你有損失，因為裝修公司亦都會有損失嘅，因為佢要翻嚟去負責跟進翻啦。咁最後啦一個中期驗收啦。咁頭先好似有一啲VR 圖啦，我哋現場影嘅一啲參考啦。咁你睇下啲水管啦、水電啊、電啲喉咧係鋪喺邊度啦。咁因為咧佢會用一啲英泥咧會封咗佢，咁封咗佢之前咧就要影低相，咁檢查下係咪用料啲設計係啱啦。咁你留相之後咧就係裝家私或者維修嘅時候咧揾得翻出嚟。咁頭先有講到就避免呢個轉爆啲喉管。咁喺每一個工序咧，其實大家都去了解下，不定時咧落去個單位上面睇一睇進度啦。咁喺呢方面咧，如果你唔係一個好盡責可以事無大小同你匯報嘅公司咧，真係唔好難，真係要落去睇嘅。減少呢啲錯誤翻手嘅更改咧，風險就會減少好多㗎啦。下集同大家分享下街坊嘅規劃案例。